好多粉絲好好奇二妹點解選擇賣豬肉呢個行業。15年前，二妹點解會選擇賣豬肉呢個行業？嗱，因為咧我阿爸咧已經做豬肉做咗幾十年噶啦。我阿爸咧就教二妹，當時咧二妹咧已經係負債咧係10個 W 嚟嘅。因為我哋啱開始嗰陣時咧好窮，其實咧選擇賣豬肉呢個行業咧唔需要做其他生意咁樣去投資幾十個 W 先開檔口。我哋選擇賣豬肉咧就係攞個檔口捉頭豬翻嚟已經可以開到檔啦，成本好低，門檻好低下。我阿爸同二妹講，賣豬肉咧日都可以有菜食，唔需要喺個袋嗰度擒錢出嚟再買餐菜食，可以解決溫飽嘅問題。第三點嘅好處咧，投資少，可以變現快，賣咗啲豬肉翻嚟，我哋即刻落個袋，唔需要好似其他做其他行業咁樣壓住咁多貨款喺嗰度，會就做咗呢個行業啦。嗱，啱開始做豬肉嗰陣時咧，就唔係話好中意做呢個行業嘅，因為咧我哋當時做豬肉，好多同學或者朋友啊，即係用另外一種眼光去對待嘅，即係覺得做市場好邋遢，咁邋遢啲工係冇咩人做，但係我都會選擇去做呢個行業，因為當時係窮，冇辦法我選擇咗呢個行業，但係因為我嘅性格，我選擇咗我就要堅持做到最好嚟嘅嚇，而且咧我堅持咗今年到咗15年啦。嗱，我阿爸教識二妹做生意咧，先學會點做人。做人最關鍵要有誠信，同埋咧我哋做生意咧最關鍵要有品質，要保證服務做到位，關鍵要做好呢幾點咧，堅持落去一定會勝利嘅。時咧冇話做得一帆風順咁好嘅，其實啱開始我哋都好難嘅。當時咧我哋冇小車嘅，即係開住部摩托車去土場車嘅豬落到檔口，落到檔口我哋自己起豬骨。嗱，日守夜守，我哋早上3、4點鐘去到屠場，守到晚黑7、8點鐘先收檔。每一份堅持咧，到最後咧先會做得更好嚟嘅。而且咧，我經歷過最難嗰年咧，疫情我投資咗有3個檔口。嗱，我喺集成投資嗰個生鮮檔咧係比較大型，因為疫情嘅問題咧，導致咗我就嗰間店就倒閉。倒閉之後咧，我就依然堅持喺嗰度嘅市場去做。嗱，我哋以前喺新豐市場嗰個市場咧，近住好多學校比較近嘅，好多寶媽媽送完小朋友翻學之後咧，直接到市場買菜，所以咧我好中意嗰個新豐市場，係我人生之中創業第一個起點，所以咧好懷念嗰個市場。點解後面我唔喺新豐市場？因為新豐市場做到第10年嗰陣時咧，佢因為咧保健院徵收咗，要用嚟做地下車庫停車場，所以咧導致嗰個市場倒閉。倒閉之後，我哋就搬到長利市場嗰邊。到咗2022年，明珠市場開業啦。明珠市場開業，我第一時間就落到嚟呢度，攞咗呢度幾卡檔口。嗱，呢度1、2、3，我攞咗3卡檔喺明珠市場，又係我人生嘅轉折點啦。22年年底就係疫情風口係最大嗰陣時。嗰陣時咧，好多朋友咧唔敢出門，所以二妹咧豬肉送貨上門，但係我哋都唔驚，我自己都得咗嗰啲，我都係要堅持喺度賣豬肉，因為冇辦法，呢個係我責任。我阿爸同二妹講，做任何行業，只要你堅持，就算你遇到幾大嘅困難，你都要堅持落去，因為人生冇可能一帆風順嘅，只要你堅持咗自己嘅信念，做到最好就 OK 啦。做到依家自己靠自己，買咗車買咗樓。嗱，所以靠自己嘅人生先會過得更好嘅。所以如果你哋依家2025年對創業依然好迷茫嘅，遇到瓶頸期，唔知創業做咩好，歡迎評論區留言俾二妹。